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回到 Lisa 的听歌学台语系列。今天我们要来学的是荒山亮的《没在你身边》。这首歌呢是公视台语台的开台大戏《苦力》的片尾曲，这出真的超级好看的。还没看的朋友们呢，看完这个影片赶快去看一下吧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赶快来看一下这个歌词咯。娃娃 TV， 不知为什么咪咪的相思，无写无说搁来电。经过这多年，无你伫身边，也是有缘没关系。不知为什么呢？是不知道为什么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为什么的意思。你要问人家问题的时候呢，基本上都是从为什么开始的。为什么人爱穿衫？为什么人爱吃饭？为什么我爱读册？好，那为什么呢？也可以用在有疑问的时候。去自杀？为什么？叫你去就去，搁问为什么你欠跑？咪咪的相思，无写无说搁来电。绵绵的相思，无声无息又来缠。无写无说呢，是无声无息的意思，就是极尽没有一点声音的状态。像我早上起来，常常吓到我在厨房忙的妈妈，她常说：“吼，你家伙那都无写无说啦。”其实我走路有声音，只是她太专注没有听到而已。好，那笛呢，就是缠绕的意思，例如笛电线、缠电线、笛丝啊、缠绳子。那这个笛呢，也有纠缠黏人的意思，像是哥哥笛，纠缠不休。伊甲伊的前女朋友定定伫遐哥哥笛，他跟他的前女友常常在那边纠缠不休。唔知为什么，长长的暗暝，无边无际咧想你，当初的誓言，难忘的甜蜜，你敢也阁会记？唔知为什么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长长的暗暝，长长的夜晚。等等就是长长的意思，竖讲等等的电线，等等的卡，等等的有吗？无边无际在想你，无边无际在想你。无边无际呢，就是无边无际的意思。宝贝，你看这海无边无际，做水的呢。好，那想你呢是想你的意思，我就想你的，亲爱的。我就想你耶！天顶的星闪闪烁，拢是你予我的勇气。无你伫我身边，我嘛会认真过日子，等待你我相会迄一日。天顶的星闪闪烁，天上的星闪闪烁烁的。天顶呢是天上的意思，天顶有鸟仔咧飞，天顶有飞灵机咧飞，天顶有月娘，天顶嘛有神明。阿弥陀佛。好，拢是你予我的勇气，都是你给我的勇气。勇气呢是勇气。你敢甲恁头家冤家，真正真有勇气。你敢跟你们老板吵架，真的很有勇气。风中的你，敢有听见？我也伫这逐天咧想你，无你伫我身边，一切拢感觉空虚，心嘛会无你伫身边。风中的你，敢有听见？风中的你有听见吗？风中是风中，风是风，像是风台风，风吹风筝。还有一首陈雷很有名的歌，今仔日风镜头，嘿嘿，头家的面臭臭。风镜头，风很大。Lisa 带我去公园玩。卖啦，今日外口有风台、风镜头，咱卖出去啦。我也伫这逐天咧想你，我还在这边每天在想你。逐天每天，我逐天拢去运动，我每天都去运动。我逐天拢爱啉水，我每天都要喝水。阮阿母逐天拢叫我去读册，我妈妈每天都叫我去读书。无你伫我身边，一切拢感觉空虚。没有你在我身边，一切都感觉空虚。身边呢是身边，也可以说身躯边。我阿母一直拢伫我身边，我阿母一直拢伫我身躯边。我妈妈一直都在我身边。你看，伊身躯边无半个人，你看他身边没有半个人，一定是边缘人。好，那一切呢是一切的意思，这一切拢是梦，这一切都是梦。这一切拢是你唔对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的错。
这一切拢是我做的，人是我害的。好，那刚呢是感觉觉得的意思。我感觉我人没啥爽快，我感觉我人不太舒服。我感觉伊做讨厌，我觉得他很讨厌。好，那最后一句，心爱的无你伫身边，心爱的没你在身边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荒山亮的《没你在身边》这首歌的歌词教学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词语都学会了吗？大家搞懂这首歌的歌词意思，再去看苦力，应该会更有感觉吧？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学的台语歌呢，也都欢迎留言告诉我哦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加分享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帮我按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，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